喺商代末年，而家河北省東北部唐山市附近有一個姑竹國。呢一個姑竹國係商代嘅諸侯。國君死咗之後，爵位本來預備俾第三仔叔齊承繼嘅，點知叔齊堅持要將爵位讓俾大哥伯夷，而且自己離開咗姑竹國。但係伯夷認為原本爵位係傳俾叔齊嘅，自己點都唔可以繼位，所以又走埋。結果爵位反而由其他嘅兄弟繼承咗，而伯夷、叔齊兩個人終於又喺國外遇翻。大哥啊，我哋而家應該去邊度好呢？我哋既然離開咗家鄉，當然要揾一個冇乜爭執嘅地方，安安樂樂咁住落去啦。天下間咁大，邊處有啲咁嘅地方？有係有嘅，不過好遠噶噃。喺邊度啊？就算幾遠都冇所謂嘅。就係喺西方岐山之下嘅周國啦。佢哋係後稷嘅後裔，世世代代勤懇務農。聞說佢哋嘅百姓有禮讓風氣。佢哋前幾代嘅國君叫做檀虎，準備傳位俾第三仔季歷。於是佢兩個兄長泰伯同埋仲雍就離開咗家鄉，而另外發展，讓位俾季歷。你話我哋係咪好似佢哋咁呢？照大哥咁講，的確係有禮讓之風。咁而家點呢？而家嘅國君叫做西伯昌，因為佢父親季歷受天皇嘅冊命而成為西伯，爵位由佢承繼。佢呢個人十分仁慈，又好客，仲特別喜歡招待老人家添。前幾年佢見紂王行炮烙之刑，勸紂王廢除，因而得罪紂王。而佢嘅鄰國國君崇侯虎喺紂王面前話佢有意謀反，紂王就將佢囚禁喺有里，話要殺死佢。好彩佢嘅大臣想法子送美女、馬匹同埋寶物俾紂王，咁樣先肯放翻佢。佢仲獻咗洛水以西嘅地方俾紂王，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。哦，咁呢位西伯昌都幾好人噶噃。當然啦。而家天下間已經好少人講正義噶啦，好似我哋嘅天皇智齒聰明有力，能夠同猛獸肉搏。大臣勸諫佢嘅說話，全部都俾佢反駁到，做事又唔理會人哋嘅意見。唉，邊度仲有人提出正義啊？提出嗰個，人人都話佢傻啦。係嘅，大哥，你講得啱。今時今日，唔識得奉迎，唔識得取巧嘅，都唔適合而家嘅天下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就去周國，希望西伯能夠安置到我哋，過翻啲清靜日子就好啦。於是伯夷、叔齊就去到岐山下邊嘅周國，得到周國君主西伯姬昌嘅招待。周國喺西伯姬昌，即係後來嘅周文王初年，仍然係一個小國，位於而家陝西省西部岐山縣扶風縣一帶。周國嘅東面係崇國，即係而家西安市附近。崇國係商朝紂王嘅諸侯，勢力強大，對周國嘅威脅好大。周國嘅南方隔咗渭水冇幾遠，就係秦嶺山脈。呢個山脈由西向東伸延，長幾百里，闊幾十里。秦嶺山脈群山重疊，而且大部分係原始森林。越過山區就係漢水流域。漢水流域喺商代末年嗰陣，有唔少蠻夷部落，例如僕、戎、彭、盧同埋楚人、蜀人等等。至於周國嘅西北方係涇水上游嘅高原地帶，即係而家陝西、甘肅、寧夏交界嗰度。當時係犬戎游牧嘅地方。由頭先所講嘅情況，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周國嘅立國環境係幾咁艱難啦。而商朝就有黃河大平原嘅肥沃土地，又有數以百計嘅諸侯，
實力方面同周國真係可以話冇得比嘅。我哋今日可以見得到嘅歷史文獻指出，當時周人稱呼商國做大邦或者係大邑商，而自稱小邦。不過商紂嘅統治大失民心，而西伯姬昌除咗本身好有才幹同賢德之外，又得到一個好出色嘅謀臣，幫助佢訂立滅亡商朝嘅策略。呢一個謀臣叫做呂尚，就係民間傳說嘅姜太公，亦都即係姜尚、姜子牙。後來嘅人又叫佢做太公望，而周朝嘅宗室就尊稱佢做上府或者係師上府，即係當佢係長輩啊、老師啊咁嚟到看待。而家我哋就試聽下呂尚係點樣向西伯姬昌解釋佢嘅策略啊！師上府，如今有好多諸侯逐漸背叛紂王。上府你曾經喺商嘅京城住過，對東方嘅情形一定有相當了解。你話我哋周國應該點做先至啱？紂王近年為咗興建6台嘅宮殿，征發咗唔少民力，而且佢寵信崇侯同飛廉烏來父子，同宗族時常都有衝突，一切嘅權力都由自己控制。王子比干、箕子、微子等等皇族嘅意見都唔受重視，所以佢雖然有好多賢人啦，其實就逐漸孤立。而東南面淮水一帶嘅淮夷，幾十年來不斷侵擾。紂王嘅父親帝乙，先後3年率領諸侯親征，紂王亦都親征過1次。佢嘅注意力集中喺東面，對我哋周國實在好有利啦。咁我哋應該點樣掌握時勢？照我睇，我哋周國嘅實力仲未夠同紂王對抗嘅。點解？嗱，周國偏處西陲，而崇國喺我哋東方，力量強大，啱啱控制住我哋東出之路。崇侯又係紂王嘅寵信，呢點就係第一個困難。雖然係困難，不過一定有辦法解決嘅。解決嘅辦法就係要孤立崇國，然後消滅咗佢。點樣孤立佢呢？我哋首先要爭取崇國東面嘅虞國同芮國。假如虞芮兩國歸附我哋周國，就可以切斷崇國同紂王嘅直接交往啦。虞芮兩國冇咁容易歸附我哋㗎噃。咁又未必。嗱，佢哋經常都有土地嘅爭執，只要西伯你能夠替佢哋主持公道，而佢哋又覺得滿意嘅，咁自然就會依從我哋噶啦。好。咁下一步又點？下一步就要東出中原啦。咁做好容易會招致紂王嘅大忌噶噃。若果佢出師西征，我哋嘅實力係唔足以抵擋嘅。冇錯，嗱，呢點就係第二個困難啦。點解決呢？我哋要伸展羽翼，暫時唔能夠同紂王直接衝突，等羽翼豐滿之後，先至再同佢決戰啦。伸展羽翼，冇錯。我哋第一步要聯絡河東諸侯。河東係陶唐氏同夏后氏後裔聚居嘅地方，有好多姓姬嘅諸侯國同我哋同宗。
由周國東出，沿渭水北岸到達黃河，由蒲坂過河就係河東，河東再東進就係太行山。太行山就係商嘅京城朝歌背後嘅大山。到時我哋控制咗太行山，就可以居高臨下，咁紂王就喺我哋監視之中啦。太行山下有黎國喺度，唔容易對付啊。係就係，不過呢層就要睇下西伯你嘅本領啦。依水落水之間嘅趙伯係咪可以幫到我哋？冇錯，趙伯息係姬姓嘅宗族。趙國雖然世代係商嘅諸侯，但係紂王同諸侯疏遠。趙伯息如果肯依附我哋，咁閃合以東就安穩好多啦。咁我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替余睿兩國排解紛爭。唔係，哦，我哋第一件要做嘅事係攻伐我哋周國背後嘅犬戎，免除後顧之憂啊！係，真係多謝上府你提點。頭先喺個劇入邊呢，就有兩個名詞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嘅，其中一個就係太行山，咁喺個劇入邊呢，係讀做太行山嘅，咁有啲人認為兩種讀法都係得㗎。咁另外一個呢，就係邵伯息，咁喺個劇入邊呢，就係讀咗趙伯息嘅，咁呢一種讀法呢，亦都係兩種讀法呢，都似乎通嘅。好啦，咁講翻我哋今日呢一個講題啦。根據歷史記載啊，周國西伯昌40年，虞國同埋芮國有爭執，就去周國要求仲裁。兩國嘅人見周人禮讓成風，覺得爭執實在係失禮啦，咁於是就依附埋周國。西伯昌就係喺呢一個時候稱王。3年之後，周國滅咗黎國，2年之後又滅埋崇侯府，仲將周國嘅國都搬到去崇國附近嘅豐富嗰個豐，即係而家陝西省西安市西邊郊外。後來周武王集合漢水流域同埋南山，即係秦嶺山區8個部落嘅軍長一齊討伐商紂。其實呢啲策略都係西伯昌得到姜太公嘅幫助之後所實施嘅方法，可以話係姜太公嘅奇謀。到咗呢一個時候，周國已經係3分天下有其二啦。西伯姬昌死咗之後，佢嘅仔姬發繼位，承繼姬昌滅商嘅位置。姬發亦都即係太子發，又係後來嘅周武王。佢所重用嘅大臣有呂尚、邵公息、畢公，仲有姬發自己嘅弟弟姬旦，即係後來所講嘅周公。喺周武王9年，太子發見時機已經成熟，於是準備伐紂，大會800諸侯。各位諸侯軍長、司馬、司徒、司空諸節，我周太子發繼承西伯昌嘅位置，順上天嘅天命，如今向各位宣誓，替天下主持正義，誅伐紂王。各位要齊心一致。現在由司上府宣布軍令。各位集合你哋嘅途中，帶齊你哋嘅船艇，為叔後退嘅斬首，立功嘅自有封賞。我要向上天祈求，占卜一下。
睇下伐紂可唔可以成功。太子，你唔需要占卜啦。咦，相府，你搶咗我嘅龜殼，仲踩爛佢添，究竟點解？太子，占卜係用嚟解決疑難嘅，伐紂呢件事成功係絕無疑問。試問使咩占卜呢？紂王佢聽信婦人妲己嘅說話，疏遠宗族，為咗享樂，一意孤行，要建築6台宮殿，浪費民力；又聽信飛廉戶來嘅讒言，處事不公，欺凌諸侯。如今眾叛親離，我哋替天行道，吊民伐罪，點會唔成功？係嘅，太子，微臣有一言進獻。你咪係孤竹國嘅老人伯夷？你想講乜嘢？啟稟太子，微臣認為太子嘅父親死咗，仲未好好盡禮安葬，而準備打仗，可謂不孝。紂王雖然多過失，但係總算係國君。太子你以臣事君，可謂不忠，不忠不孝，點可以服人呢？請太子考慮，以禮讓為先啊！豈有此理！呢個老人家喺我軍前講啲咁嘅嘢，惑亂軍心，應該斬首。太子息怒，伯夷先生，請你退下先。啟稟太子，伯夷雖然喺軍前唔應該講埋啲咁嘅說話，但係佢講嘅嘢未嘗唔啱。王者要包含為上，人哋講嘅嘢句句都值得我哋聽嘅。我哋接唔接納係一件事，人哋嘅意見又點可以禁止？點可以強迫別人同我哋一樣呢？懇求太子考慮。周公旦，你講得好有道理。好啦，伯夷老先生，你翻去安享晚年啦。好啦，我哋周太子發向各位誓師。因紂王聽信婦人之言，得罪於天，離棄親戚兄弟，為咗享樂，令到風俗敗壞，背棄祖宗嘅法度，所以太子發替上天懲罰佢。各位，我哋一齊立誓。向周武王進諫嘅伯夷係一個堅守原則嘅人。後來周武王得天下，伯夷、叔齊認為自己係商朝嘅人，所以義不食周叔，結果喺首陽山嗰度餓死咗。咁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呢一個古仔噶啦。講翻當時嘅情況啦，周武王誓師伐紂之後2年，喺牧野呢一笪地方大敗紂王嘅大軍。當時紂王本來有70萬軍士，點知2陣交鋒，好多人就投降咗俾周武王，倒戈相向。紂王走到6台嘅宮殿裏面自焚而死。於是周武王滅咗商朝，進入商朝嘅都城，即位成為天子。於是周朝正式代替咗商朝。呢一年係公元前1122年。有一日，周武王同周公旦、呂尚呢2位重臣喺度討論國家大事。
我已經受天命格恩，成為天子。各位認為我應該點做呢？微臣周公旦認為，我哋格恩紂王之命，係替天下百姓主持正義。殷商嘅百姓係冇罪，佢哋受紂王嘅暴政所逼，生活艱難。我哋應該將紂王所積蓄嘅糧食全部分派俾百姓，等佢哋可以解決一時之困啊！呢件事當然可以辦到。係呢，司相府，你有咩意見？微臣認為，雖然已經消滅咗紂王，但係商皇族同諸侯嘅勢力仍然雄厚。王子箕子如今喺北方，有退守朝鮮嘅可能，而且東夷部落唔知對我哋有咩反應。商朝同佢哋嘅關係比較深，我哋唔係咁易應付噶。咁點至好呢？依微臣愚見，最好係唔變動東方嘅形勢，仍然封紂王之子陸虎為殷侯，由佢治理殷嘅百姓。等東方人知道我哋周天子並唔係為咗控制佢哋出兵，只係討伐紂王一個人，咁佢哋就會對天王歸心，唔會同我哋作對啦。咁樣，如果陸虎反叛，又點算呢？呢層微臣已經計劃妥當。首先，我哋要冊封商代嘅舊諸侯國，尤其是餘下嘅後人同各大氏族嘅宗主，佢哋喺東方嘅影響力好大。如果受咗我哋冊封，就唔會受陸虎指揮。其次，喺殷商嘅王姬耀聰要封一個兄弟之國，直接協助陸虎處理國政。咁陸虎受到監視，就唔敢輕舉妄動啦。咁我哋周國嘅軍隊係唔係全部退返渭水呢？唔係啊，我哋要喺中原揀一笪險要嘅地方，營建一座都城，作為東方嘅中心。我曾經同趙公去過伊水、洛水嘅交匯點睇過，呢處地方喺天下嘅中央，通去四面嘅里程都差唔多，係夏後氏嘅舊邑。嗰度可以南望三途，北望太行山，又可以睇到大河，又鄰近伊水同洛水，形勢非常好。呢笪地方好適合，咁就請周公同趙公營建新都啦。武王伐紂之後，並非馬上整頓東方嘅政治情況，佢實行嘅封建，即係周代第一次封建，有安撫東方，尤其是安撫商代為民嘅意思。因為周朝當時嘅實力仲唔算好強，所以武王封咗好幾個親戚，環繞住商紂嘅仔殷侯，即係陸虎或者叫做武庚。佢所封嘅呢，就包括係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等等，目的就係監視商代為民嘅行動。而到咗周成王嘅時候，周朝先至確立封建制度嘅。